续来到嘉义的环路乡发生着严重的车祸。昨尾暗5点外，一个阿公骑机车载阿嬷甲6岁查某孙仔出门，互后壁一台小货车来追撞。阿嬷是当场死亡，阿公甲查某孙仔受重伤。车祸的原因还佫调查。公孙啊，3个人骑车出门，煞发生意外。这个阿公人平地护栏，这个阿嬷人已经唔知人啊。做伙出门，这个6岁查某囡仔头壳嘛受伤。救援人员赶到位时，赶紧将这3个人送到病院。伫车祸现场，会使看到互人弄到乌托摆车头、车身拢有扣着，涂口勒一抓，可见弄一个真正烂。弄尾料，然后车顶够往前推。对啊，对，造成了。他撞击在那边拖了都20公尺有嘞。有，差不多。车祸地点伫嘉义环路乡，昨下晡5点外，这阿公骑车载因某甲6岁查某孙仔出门，伫潭泾路，好一个姓何的小姐驶一个小货车要正，或者是弄到。公孙仔3个人拢倒伫涂骹，虽然讲拢有戴安全帽，毋过这阿嬷嘛是救无活。骑车这阿公颔管佫有受伤，有开刀。6岁查某囡仔头壳受重伤，头壳内有出血，嘛有动手术，加在手术后情形真稳定。这个路段工程是没有问题，对，工程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是肇事者的一个分心造成的一个意外。初步研判应该是这样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骑车阿公甲驶小货车这个姓何这个小姐拢无酒精的反应，是安怎发生车祸？还佫进一步的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